大家好，我係 HR Dynamics 嘅數碼記者。今集我會用幾分鐘時間，重點講下今個星期主要嘅人力資源新聞，仲會分享實用分析，講下呢啲發展點樣影響日常管理同埋業務策略。從 HR 角度出發，香港最新嘅勞動市場數據顯示，市場持續降溫。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25年7月至9月，失業率升至3.9%，係超過2年以嚟最高水平。大約有155600人失業，比上一季多咗4600人。受影響最嚴重嘅行業包括建造業、零售同埋社會服務業，而金融同公共行政就相對穩定。更加令人擔心嘅係，青年失業率已經升到8%，係自2021年以嚟最高。對於 HR 領袖嚟講，呢個情況即係要更審慎咁做未來人手規劃。隨住經濟放緩，公司預計會檢討招聘計劃，重新考慮留才優先次序，仲會加大投資嘅再培訓計劃上面。數據亦都加強咗建立畢業生發展渠道同針對年輕員工支援嘅需要。由2025年11月1號開始，香港正式將短期簽證便利計劃擴展到17個專業範疇。新加入嘅範疇包括環境管理、職業安全與健康、海事服務同智庫。呢個擴展容許海外專才可以入境香港最多14日，並且喺指定專業活動中獲得報酬，而唔需要申請就業簽證。呢個對 HR 同人才招聘團隊嚟講係一個好消息。即係話，機構可以更快咁帶短期專家嚟做培訓、參加會議或者顧問工作。不過，公司都要確保合規，要核實自己係授權機構身份，並且保存好文件證明嘅取代本地員工。從策略上嚟講，呢個發展加強喺香港重新開放邊境，吸引知識型同創新型人才嘅目標。同時都配合本地提升技能嘅努力。強積金對沖機制喺2025年5月1號起正式取消，而家已經實施咗6個月。根據新制度，僱主唔可以再用佢哋嘅強積金供款去對沖咗嗰日之後累積嘅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人力資源部門早期反映，呢個改變開始影響公司現金流，特別係進行重組或者裁員嘅公司。雖然2025年5月之前嘅服務期仲有舊有安排，但新服務期嘅財政負擔而家就要公司直接承擔。對於人力資源主管嚟講，依家就係時候重新計算遣散賠償責任、登記政府補貼計劃同埋更新2026年預算嘅財務撥備。呢個轉變唔只係合規更新嘅簡單，佢代表住香港就業制度向住更大員工保障同透明度嘅長遠文化調整。最低工資委員會預計會喺10月31號截止之後，根據新嘅公式審查制度發表首次建議。即將到嚟喺2026年5月1號工資率將會係首次用消費者通脹同經濟增長指標去計算，取代舊有嘅酌情審查模式。而家最低工資係每小時42蚊1毫，預計會加到大約43至45蚊。對僱主嚟講，新嘅公式可以令到薪酬預算更加可預測，但人力資源部應該開始準備應對入門級同初級專業職級之間可能出現咗工資壓縮。而家都係一個好時機，重新檢視整體獎勵策略，確保員工動力唔淨係靠時薪嘅維持。喺一個勞動市場增長溫和、失業率上升嘅情況下，點樣嘅控制成本同公平薪酬之間揾到平衡，將會決定2026年嘅競爭力。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加強咗對僱主嘅人力資源流程中使用人工智能嘅監察。最近嘅指引強調，任何用 AI 協助作出嘅決定，例如招聘、表現評估或者解僱，都必須有實質嘅人手監督。私隱專員公署今年較早時候做咗合規檢查，發現大約80%香港公司已經喺日常運作中用緊 AI。今個星期，監管機構再次強調，將會加強執法，特別係針對數據私隱同防止歧視。人力資源主管而家應該主動審查所有用嘅招聘同人事管理嘅 AI 工具，制定內部 AI 管治政策，並且為處理員工數據嘅同事提供 AI 知識培訓。負責任嘅採用 AI，好快就會成為香港數碼化職場入邊僱主聲譽同可信度嘅標誌。縱觀以上所有最新動向，
香港勞動市場正進入一個過渡但充滿機遇嘅階段。失業率雖然輕微上升，但工資制度、勞工保障同流動政策就急速現代化。未來幾個月最佳嘅人力資源策略包括為監管死線做好準備，特別係持續合約468條例同2026年1月加強醫療報銷比率，加強留才計劃，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員工認可同發展，善用國際流動計劃引入短期專才，並投資數碼管治，確保所有人力資源系統入邊 AI 嘅應用都合乎道德同規範。呢啲措施加埋一齊，可以幫助人力資源領袖喺2026年管理風險之餘，亦都把握住更新勞動力嘅機遇。HR Dynamics 係一間專業人力資源公司，除咗為企業提供招聘、獵頭、培訓同各類人力資源管理方案之外，我哋仲有為在職人士提供職涯規劃服務，提升職場競爭力。如果你需要我哋嘅服務，或者想要今個星期分析嘅書面報告，歡迎電郵去 dc@hrdhk.com。多謝收聽，祝大家一切順利，生意穩步上揚，員工開心又安全。最後記住讚好、訂閱、留言同分享啊！下個星期再見。